收看大师新8.6梦乡。宝春，大婶，这样啊，你哪有闲来啦？有啥物代志啊？我是来检查你的空喙，顺续来看阿梅啦。因为你的空喙哦，是我上烦恼的。阿梅的代志，是我上关心的。大婶，有一件代志吼，我唔知影要安怎对你讲。什么代志？其实阿梅心内早有介意啦。是啥？阿海，阿海？木春，你是毋是咧搞公孙笑？阿海伊是讨海人呢。讨海人有啥物问题？你唔通袂记呢？我是一个医生。医生阁是安怎？医生就咧看人袂起。我并毋是迄个意思，只是你讲阿梅介意，这未免伤好笑。卡叔讲，阿梅要嫁是一个好野人，若是安尼我无会讲。也毋过，伊竟然会去选阿海，想袂到我伫伊的心目中，竟然连一个讨海人都不如。大婶，这甲你是毋是医生，阿海也是毋是讨海人，完全无关系。阿梅介意的人是阿海，因两个人的感情是自细汉就培养，爱情来的时阵，无分善恶，也是富贵，只有缘分的清澈。你哪就爱摕家己甲阿海来做比较，因为迄是无法度比的。你也毋要安慰我啦，我一世人也毋捌受到遮尔大的侮辱。代志无遐尔严重啦，你也莫遐尔激动。无春，趁即摆还阁会付，你劝阿梅回头好无？我做袂到，为什么？我无立场，叫阿梅用个选你，袂用个选阿海，这一切只有阿梅家己个决定。我是你上好的朋友呢，敢讲你就袂当小我斗相共？但是安尼，都无啥物通好讲的。大婶，大婶呀，大婶，阿兄，大婶呀是安怎呀？你甲阿海的代志，我来大婶讲。大婶呀，我只是想要甲你讲，
人甲人之间总是有情义，因为有情义，才有朋友，才有翁仔某。阿海也对我有情有义，我嘛对伊唔甘嘛放袂落。唔甘，迄并毋是爱情啊！我甲讲，你甲阿海之间，毋是爱情。我唔知影是毋是爱情，我毋过，我知影阿海啊，伊是我一世人的伴。阿梅，你还阁少年，并无了解。你甲我讲阿海对你偌好偌好，你因为感动，所以软心才来接受伊。也毋过你接受伊，并无代表你对伊有爱情啊。不但知影，阿梅，无啥物通好讲啊！你嘛无需要甲我解释遐尔啊多，讲遐多，最后嘛是顾着我，敢毋是？因为阿海为你做的代志，我嘛拢做会到啊。只要你愿意，不管偌久，我嘛愿意等你。也毋过，我即嘛知影讲遮拢已经伤慢了。阿梅，不管安怎，我上关心的人是你，而且我希望你会当了解，你甲阿海之间，敢是真正爱情的，这关系到你一世人的幸福，你一定要想清楚。阿梅，你甲阿海之间，敢真正是爱情？这关系到你一世人的幸福，你一定要想清楚。阿兄，阿妹，遮尔暗啊，你哪袂困？阿兄，拄则我甲大三兄讲的话，你有听到吼？大三兄甲我讲，我甲阿海也中间，阮两个无爱情。我袂讲，伊哪会想到安尼啊济啦？伊是常常哦，听到你甲阿海啊代志，一时无法度接受，才后白乱想的。你千万毋通听伊。我毋是听伊，我是听伊讲遐话了后，我心内才感觉真惊吓。惊吓，这安怎讲？因为我感觉大三兄讲的遐话，佮较小可有一寡道理。虽然海也对我真好，也毋过，我从来都无想过要甲伊做翁仔某。前阵仔阿海啊，伊要相亲的时阵，我心内煞感觉怪怪。我叫是我是咧嫉妒，但是即马甲想起来，迄敢若毋是嫉妒，迄是烦恼。我是烦恼讲，万一阿海若结婚了后，我会失去一个好朋友。但是尾啊，我知影阿海也对我的感情以后，一开始我有真惊吓，尾啊，煞变做毋甘。我毋甘阿海啊，我毋甘拒绝伊。嘛毋甘阿海也受到伤害，我心肝咧想讲，后面我若嫁了后，就是伊的家后。也毋过即马，阿妹，为着大三的一句话，你就去惊遐，这是你想伤济啊！毋是大三兄迄句话，无啊，阁有啥物？你，阿兄，伫咧过因兜。阿妹，我一时的冲动，煞互你遐尔困扰，真实的。是，阿兄，迄毋是困扰，迄绝对毋是困扰。阿兄，
个过因兜，你甲我接，我无甲你拒绝。其实我心内感觉真复杂，敢若袂输咧期待啥物共款。但是，伊过因兜了，我心内开始感觉真不安。我感觉我真对不起阿海啊，对不起春蝶，嘛对不起你。是因为我突然间，我感觉我甲阿海啊，敢若无遐尼深的感情。对不起春蝶，是因为春蝶是我上好的朋友，我嘛知伊对你的感情。对不起你，是因为我唔知影，我对你的感情到底是啥物。懵懵懂懂之间，将你当作是我的阿兄。也毋过，佫敢若毋是我的阿兄。我记得我细汉的时阵。总定定甲我鼓励。我记有一遍，迄时阵我阁真细汉，阿母对我有误解，所以我要离开厝的。伫迄半路，你找着我，你甲我抱起来。你甲我抱起来讲，阿梅，咱来倒来咱兜，因为迄句话，你给我真大的力量，嘛因为迄句话。我当在上悲伤的时阵，互我找到新的故乡。呀，我这摆心内真乱，毋是干那因为阿海啊，是因为你。到底你心内是咧想啥？会当互我知影。哎呀，阿梅，你真正想伤济啊！我只不过是你安样。请问李医师是不是住在这儿啊？要。歹势吼，你讲啥哈？歹势，阮是要来找林医师啦，伊敢住伫咧遮？恁要找倒一个林医师？敢讲恁遮住几个林医师哟？阮头家吼，人拢叫伊林医师啦。阮后生无春啊吼，伊嘛是医师啦。哦，原来就是林医师的老母哦，失敬。林医师的妈妈啦。哦，妈妈你好。是你妈妈？啦。哦，妈你好。妈，阮都无村的朋友啦，伊敢有伫个啊？无呢。因小妹阿梅啊，阿梅啊有伫个无哈？阿梅嘛拄好才出去买菜，你甲阿梅有熟悉哦？有啦，阮都甲因兄妹啊同齐熟悉的啦。妈，你咧走开伫对哈？伫伫恁啦。稍等下啦，稍等下，歹势。妈，恁厝的菜刀放伫对啊？看迄款你台底迄款无啦，愈来愈好。你来底，等下，歹势啦。你讲你是阮无出的朋友哟？你是谁哈？我若捌看过恁啦。歹势，煞袂记咧自我介绍啦。我姓詹啦，詹明义啦。我故乡住伫咧台南庄脚永康遐啦。
伊姓郭啦，郭忠德啦。安尼哟。你啦，啊，想讲，阮无剩着对日本回来了。啊，你是安怎熟悉的哈？好，若讲到这段吼，阮大家真正足感激林秘书的啦。哎呀，当甲林秘书熟悉吼，算讲是阮大家人的福气啦。妈，这摆吼，林秘书为着阮，头壳才用讲一空遐大空啦。阮无剩头家迄空是去用讲着。嘿啊，啊林秘书无甲你讲啊？啊，说错话啦，那讲唔对啦，无啦，阮你讲就对啊。哎呦。阿母，讲，你是安怎要骗我？今仔若毋是迄两个老实人来到咱厝内，我嘛也毋知影讲我家己的囝伫外面咧发生遐大战的代志。我实在是命伫咧老饭店啊！人个警察局长找我对厝的来啊，我还阁无去抵觉着。无错，阿妹。你是毋是暗算要瞒骗我一世人是无？你是毋是要等啊？倒一天，无剩伫外面发生代志袂当回来时阵，才让我知影是无？你这摆是真好运啊！敢若去上着批肉尔。万一若毋知倒一天，是互外人对无出的尸体送倒来厝内。你叫我这做人母是要安怎？莫甲我叫！你甲我跪下！你也唔跪下？我无做唔对代志，我唔跪。你连你这条命都险无去啊！你还阁敢讲你无做唔对？我所做的代志是正人的代志，是好事，唔是啥物歹代志，更加唔是啥物见笑代志。你阁敢甲我因嘴因舌啊？无错，自你细汉到即马，阿母敢捌甲你拍过，我敢捌叫你跪过。你这是叫阿母惊着啊！你知无？阿母无望你啥物，只要你来当平安顺遂就好。是安怎阿母这简单的望，这么单纯的代志，你都要甲我违背？你是安怎要做遐感人的代志？无准！你着想回来，你的空嘴阿母拢唔敢亲像去甲你看，这敢是我苦涩有安慰得的，唯一咧甲你照顾是无？不是咧，这不是我的。阿母唔捌亲像去看你的空嘴。是因为我唔敢看，看了我会惊。你若知，你还要多这时阵就死啊！天黑暗，你若爸会出去往前，敢若留我一个伫咧照顾囡仔。突然间，我煞欢喜，我嘛才翻身，要去添一个烦恼费用。当我回来时阵，我这个月头所看到一条要我退休的囡仔，甘伫个医院。谁会知影？我才换一个心，
这个头，安尼就是生死之地。所以阿母就惊，我惊面对你的是苦面的，因为我毋知影倒一天，我若讲换一个心，换一个头，你都会甲你阿姐共款，不可能的。无错啦，你若无要过，不要紧。你唔听阿母的话嘛，不要紧。你答应阿母好无？你做一个平凡人，安尼会用的无？你安慰小姐做一个好医生，安尼好无？阿母拜托你好无啦？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阿母拜托你好无啦？讲你我唔肯答应哟。讲阿母讲的话，你拢听袂入去。是我，敢这是这样？目在亮啊，你去吃。我从来捌看过阿母遐尔伤心，遐尔绝望。我要做的代志，竟然互我变做一个不好做。阿妹，我到底要安怎做才好？敢讲我要做的代志是错的？敢讲迄个工人互资本家欺负是应该是好？敢讲恁爸母？为着要抵抗日本的帝国主义，为着要保护同志，消失在甘蔗园内底，也是错误的。是，迄是错。我相信阮阿爸，伊拢袂对。无毋对，就算讲伊毋甘帮你孤单一个人，伊若是选迄条路，就算讲火烧伤躯遐尔疼。因还是无后悔。我啥？我明白啊，我会缀你的脚步去。
你莫生气，是我毋对，请你原谅我好无？我会听你的话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会搁管伊阿叔啊。感谢神，你感谢神也会听我的话。你以后袂用搁再甲我去管杨阿叔，你嘛袂用搁再去甲我插枪的。我以后袂去管伊阿叔，嘛袂去插政治的代志。我会听你的话，带村长做林家的媳妇。真是嘞。好，哎呀，安尼足好。啊，我想讲，我讲的话吼，你拢敢听袂入耳。想袂到讲遐话还阁有路用。安尼好，起来，紧起来，来，食这来。安尼毋知是阿母的乖囝，哦。对啦，你拄仔跪遐久，骹头有会疼无？你莫生气啊！袂啦。阿母，啊，食饱了啉一下茶啦。哦，好啦。阿母，是的啦，阿遐钓船的代志我无甲你讲，实在是惊你烦恼，所以我毋才特意甲你暗藏。我知啦，阿母嘛无怪你啊。无春吼，伊的个性我上知影。准做讲，你有想要甲阿母讲，啊，毋过无春伊嘛一定会认准。这个囡仔就是安尼啦，伊拢无顾着家己的生死，干来要替人设想尔尔。阿母，其实我感觉遐是咧做好代志，伊咧替遐工人讨公道，啊无惊哪有人掠过来甲伊道谢。啊，他无剩的性命，敢才价值一只鸡尔哟。阿母是惊讲吼，万不离也毋知倒一天，无错若伫外头佫发生什么意外。迄准做对方吼，伊要掠佫较济鸡来送我吼，迄我嘛袂欢喜，我嘛袂甲因收啦。好啦，莫佫讲这啊啦。啊，外地无寸都已经答应讲，伊后摆我去管人的闲仔事啊，安尼就好啊。我就较放心啊。啊，对，阿妹，阿母想要赶单吼，恁倒送百里来哦，婚事紧甲办好。你替阿母吼去带人走一转，你去村长啊因兜，你出甲村长讲，讲阿母知影伊厝内吼都无是大人啊，伊敢若剩一个阿兄尔尔。啊，上无这婚事嘛，就爱甲因阿兄小可参详一下。你甲讲哦，阿母知影因厝内散，叫因免烦恼嫁妆的代志。阿母是干那要伫这个身份尔尔，伊若人嫁过来就好，免嫁妆无要紧，吼。我知影，我会来讲。啊，搁有咧，叫你奶奶斗阵去，利用这机会吼，互无村甲村长啊两个小培养一下感情咧，吼。阿兄，我看，这间诊所无重新开业，是袂用的。
你唔知影，我是安怎会做这种决定着？我安尼做，只不过是要让阿母放心。伊爱我娶某，我就娶某；伊要抱孙，我就生一个后生予伊。伊饲我，伊养我，啊，毋过我唯一会用报答伊的，只不过是安尼。啊，毋过我决定要做的代志，我绝对袂放弃。这件代志，你知影就好，千万唔通让阿母知影，好无？啊，我敢有其他通够选择？哎呀，我要去找春弟啊！阿母讲叫伊参我做伙去。你家己去就好啊。哎呀！你敢真是有迄个心要娶春弟啊？你哪会问这个问题？春弟我是我上好的朋友，我无希望你去伤着伊。哎呀，你若要娶春弟啊，你都要真心对待伊，你才去伤害着伊呢。对你，我无法度讲不出。我答应要娶春弟啊，是要互阿母一个交代，干安尼尔。你对春弟我无公平啊！今仔日若无阿海啊，我要选的人是你，选你做恁家的媳妇。啊，毋过这一切，你想啊，你讲的代志，我会注意，我会照你讲，真心对待春弟。啊，是什么代志啦？安尼啦，我知影吼，阮阿母死了有较早淡薄啦。啊，你一个人哦，真孤单，真无聊，搁真无伴。哎，老囡仔，啊你搁捌有孝，啊我会晓替我想哦。啊，我恁囝呢，煞免加替你想一下。哎，阿爸，做人就要行正道，绝对唔好行歪路。你讲对？我唔对啊，所以啊，我讲你一句话哦，你万一若迄落心肝火道的时阵哦，你小考虑一下，看是要去庙仔内底哦，烧一个香，拜拜一下，还是讲念一个经，啊无就跳落海底受一个水咧，啥物拢会使。啊，你千万唔好安尼想袂开啦。我想袂开？嘿啊，像咱后辈去开查某哦，唔通啦。开你尔啦！哎吼，原来哦，因为情爱要出去，你甲我当作我是要开查某是？敢唔是？你讲，哎，死啦你！啊，无你情阿笑要创啥啦？你敢知影我要找啥？啥啊？我哦要去找谢新娘啊啦！阿爸，你是要去提亲？一生只爱你一个。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阿爸，你是要去提亲啊？本来我是要去啦，也毋过即马吼袂见啦啦。阿爸，是的啦，歹势啦。你若要去，这路口顶我就去看查。啊，你慢慢安尼，啊算我讲唔对话嘛，无我甲你回信咧吼。歹势。无彩我吼，啊为着你的代志，安尼伫咧吵，啊想讲我要叫媒人婆哦，一直毋甲安提亲，尾来我安想的吼，咱甲新新娘都有熟啊，啊规气啊我走一逝就好啊，啊新新娘以后点头，啊可是要叫媒人婆来去烦恼，也是两家吼，啊悄悄的啊讲就好啊，哦，恁爸为着你啦，哈。啊！你大细项代志拢甲想甲遐齐全，结果你敢要讲恁爸要开查某，吼，是人有遐好心叫雷金啊嘿！阿爸，你慢慢安尼，啊你腹肚遐大坑，迄腹肠一定足宽对无？啊你就莫甲我这高兴啊计较。
你若莫甲我计较吼，我一定较早洗一个笋互你抱咧。啊，你安尼讲嘛，甲差不多。你即句话较早讲哦，因为早就拼喺啉家。好啦，今仔吼为着阮孙吼，我就无爱甲你计较。也毋过你后摆吼，讲话哦，就毋通甲我安尼无大无小，有听着无？我知啦。这叫做吼，袂晓讲话吼，咱就莫爱提倡啦。探早，湛酒家啦，开查某，贵松松嘞。是讲也免钱的吼，我哪会用考虑者啦？哎，阿爸，啊，啥你代志啦？啊，你既然要去提亲，你会使换一领较素的衫无？迄万一先新娘看到，拍生囝就要安怎？无啊，啊你今日是地头叫你破去啊？恁袂穿什么衫，啊，都要你管什么？毋是啊，啊你是要去提亲呢？迄万一为着你这领花落落的衫，迄先新娘看到，啊煞来甲咱拒绝，啊迄是要安怎？袂使咧牵花厝边哈，迄是你要娶阿妹啊呢？啊，种阮这亲戚讲袂成，迄嘛是你的关系啊。牵花以我的清查来，哦，这是人袂堪得去呢。你赔咧几万款哦？阿爸，你安怎？你讲，你讲穿茶夹要去提亲？哦，哟，歹势吼，啊，我若穿插夹，啊无穿鞋啊哈。啊，差不多诶。阿爸，顺便迄领衫换换的哦。好咧，卡者。王啊，来啉茶啦。有啥？啊，等你今仔来穿啊遮飘撇哈。无事不敢登三宝殿啦。我就是有代志，无我直接讲啦。你莫见怪啦吼。有啥物话做你讲无要紧啦。等你哪会遮心重哈？就是安尼啦。阮海也都已经20外岁啊，需要吼爱娶某啦。所以我来甲先生娘小参详者。阮海若是来娶阿妹做某，你毋知会答应无？海也要娶阿妹。你要来提亲，阮阿妹敢知影哈？我吼是无甲讲啦。因两个遐尼好，佫定定做伙，佫再讲阮海吼，我哪甲表明意思啊啦。阮阿妹哪拢毋捌甲我讲哈？即款代志，查某囡仔人难免拢较会歹势啦。佫再讲吼，这应该爱阮男方主动吼来提起啦。若是互阿妹来甲你讲，就较无礼貌啦。讲起来，即阵婚事吼，阮是较高攀啦。也毋过吼，我面皮咧结厚厚啦，青梅牛毋惊穿啦。我用我12万分的这生意吼，来试看卖咧。是讲先生娘你毋知是安怎吼？阿海啊吼，甲阿妹两个吼是自囡仔就做伙甲大汉。老实讲啦，那阿海啊即个囡仔吼，我是有介意啦。毋过吼，老实讲，我阁有淡薄仔烦恼呢。你是烦恼啥哈？做你放心啦，阿妹若是嫁来阮平家吼，我甲当做家己亲生的查某囝，来疼惜伊啦。阿妹虽然毋是我的亲生查某囝吼，毋过伊嘛是吼自细汉我就一手甲请养甲大汉。若要讲起来，敢若亲像我亲查某囝同款啦。不管什么人要娶阮阿妹啊吼，我是无要求讲对方一定都爱偌好业啦。毋过上无都会晓替阮阿妹设想。说对方要娶伊的人吼，毋是敢若讲安尼出一支喙安尼哒哒叫啦，敢若讲会疼惜啦，会照顾啦。敢若讲无做人看，要哪会知影对无？阿妹叫阿海啊吼，我是真放心，我知影伊会真心对待伊。毋过王啊，你敢真是会替阮阿妹设想？会咯，我一定会啦。王啊，我毋知影要先问你一个问题无吼？先生娘有啥物代志哦？做你问嘛紧啦。有一个疑问哦，藏伫我心内已经藏10几年啊。我会记得海啊细汉的时阵，阮头家捌讲过，讲伊要教伊读册。毋过伫咧恁阿姨过身了后，无偌久，阿海啊就怎拢无来啊。
这是安怎哈？哦，这都迄时阵吼，我船仔顶较无闲啦，需要人斗下手，我毋则甲阮海调转来。我想嘛是安尼啦，毋过王啊，你捌想过无？你安尼对阿海啊吼是无较好呢。当初时哦，海啊若阁继续留在阮兜吼，照阮头家的个性吼，伊一定较栽培做医生啦。我意思毋是讲做医生就偌高尚啦，毋过总是无恁讨海遐辛苦啊，对无？王啊，我毋是咧气嫌讨海人啦，是咧讲你当初时吼，若较会晓想一下吼，替囡仔小设想咧，莫干那贪着你一时的方便。即马阿海啊吼，一定是有一个无共款的人生，对无？其实吼，从阿梅交予阿海啊吼，我是真放心啦，因为我知影伊会真心对阮阿梅啊。其实吼，我真正袂放心的人是你，因为我袂放心，互阮阿梅做你的新妇。其实我吼也毋是气嫌你的意思啦，是讲即阵婚事吼，你给我淡薄仔时间小考虑一下。王啊，歹势啦。你就知影我即款个性吼，就想到倒就讲到倒，我是无歹意的呢，你毋通见怪咯。陈新娘，歹势，甲你教了遮尔久，你讲意思哦，我明白啦，无我心息啦。到大家袂转来。阿爸，你讲安怎？陈新娘有答应无？阿爸，你若唔讲话啦，陈新娘到底是安怎讲啦？应该是阮死无？后日啦，迄时阵恁二伯过身的时，我硬叫你离开林家，倒转我身躯边，你会怪我无？爸，你若突然间问这个问题，陈新娘阿姨讲，迄时我也莫甲你硬哦，叫你倒转船仔顶做工课，真有可能林医师早就甲你栽培，互你做医生啊啦。我听这句话哦，我感觉我足骄傲的啦，因为我的囝，毕竟哦也逐个人疼，可惜啦，是我这做老爸伤过自私啦，无替你设想，才害你哦失去着这机会。哎呀，爸，你是咧胡白讲啥啦？陈新娘啊，又讲伊要搁考虑看卖，要毋过吼，我看这个亲事吼袂成啊啦。陈新娘伊讲你人袂歹啦，阿妹也交代互你吼，伊真放心啦。要是吼做我新妇吼，伊就袂放心啦。真歹势啦，败事的人是我。花仔衫换做白色之后，嘛是败事。阿爸，阿爸，你若是有闲，船仔顶遐锁啊，甲遐网啊，捡捡的。阿海啊，我说大哥，陈新娘敢有伫啊？有啊。哎呀，坐啦。哦，
啥物话你看看讲啊？先生娘，阮阿爸拄仔有来过吼。伊是来提亲啊？先生娘，我无啥会晓讲话啦。啊，若等下我讲毋着话吼，请你多多包涵咧。你讲啊？先生娘，我知影阮阿爸吼，行路海来海去，啊，足无气质的，啊，唱歌阁足歹听的，无音阁会喘。但是伊永远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呢。无毋对啦，是伊甲我问过，讲我有想要转去船顶斗相共。毋过免伊问，我嘛是要转去啊，因为至少船顶加我一个人，就加一双手、两只脚，毋免伊勉强，我嘛甘愿啊。所以先生娘，绝对毋是阮阿爸无爱我来遮读书，你千万毋通怪伊呢。嗨呀，我毋是怪恁阿爸呢。好啦，我知你来的意思。先生娘，我今日来，毋是讲一定要拜托你将阿梅嫁互我，我只不过是要互你知影，你甲先生拢足照顾我的，我绝对袂放互袂记的。只不过我感觉会当做一个讨海人，是我的骄傲，我永远拢袂后悔。先生娘，我要讲的话吼，已经讲煞，我先走吼。歹势。阿母，是发生啥物代志？阿海因老爸来提亲，我讲我着搁考虑一下，因为我袂放心将阿梅嫁互因迄款讨海人。阿母，你讲即种话吼，会去伤着人，你知无？我毋知影讲因爸仔囝感情遐好，遐话毋若伤着王伯啊，嘛去伤着阿海。啊，毋过我讲遐话，感情是有倒位毋对遐。你若讲囡仔人袂晓想，啊，做人的爸母，要哪样甲囡仔共款，遐袂晓想。阿母，上后想的就亲像咱即种人，毋免烦恼三顿，连囡仔的教育问题，早就拍算好。你敢捌想过？阿爸若毋是医生，我敢有机会去日本读医科？阿妹若无来咱兜，敢有法度去读护士学校？阿妹因爸母是真甘蔗，无读过啥物册。若讲啊，国外的世间，嘛无可能互阿妹读册。因敢着袂晓想？因若袂晓想，何必咧为着保护家己的同志来牺牲家己？这毋是做人爸母会晓想袂晓想的问题，是因出世的环境，互因无法度想到遐尔啊济，是现实的生活。要甲因走投无路，阿母，在台湾亲像咱林家这种家庭，只不过是少数。你哪会用用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？你要娶阿妹啊？啊，哪无爱规矩娶阿起啊？阿爸，你又是讲啥啦？啊，上无哦，伊嘛当来体会到咱讨海人的心情，才袂亲像先生娘啊安尼咧。阿爸，海啊，对我袂歹。啊，毋过吼，嫁予迄款讨海人做家后吼，是真艰苦。你若是坚持要娶阿妹啊，我也袂反对啦。也毋过吼，你是得袂到我的祝福啦。这个行为对，这个行为地啊，是要行你，等你嫁去平港了后，你会互阿海啊，还是挂在家己的身躯顶，
总讲一句，会用阁比因规家人。你着较照顾。天光不甘起床，不愿将梦拍断，梦中声声句句，问你敢有想阮？想阮，恨你无分无寸，为何夜夜梦阮？为你袂食袂困。想阮，恨你无分无寸，为何夜夜梦阮？为你袂食。